主流、另類、舞台、文字、影像、形體、媒介、環保、文化快訊。生活無憂嘅選美天后 JoJo 早前參加過香港電台電視節目《窮富翁大作戰》，節目入面佢近距離接觸到貧窮，而佢亦都對人生有不同嘅睇法。而家佢就將佢嘅諗法化成文字，並且寫成新書《美麗是活出來的》。咁究竟 JoJo 明白到乜嘢道理？當中又有啲乜嘢體會呢？一齊聽下佢點講啊！咁呢本書裏邊，除咗含有我窮富翁大作戰裏邊嘅一啲片段之外呢，亦都有好多我自己想同社會分享嘅一啲心得啦。因為今次窮富翁大作戰嘅體驗非常之深刻。呢個體驗俾我認識到社會嘅另外一面啦。我發覺要扶貧唔係淨係捐錢咁簡單，其實好多時係我哋要明白咩叫貧窮啦，同埋要用心去支持佢哋。咁我亦都透過呢本書咧，希望能夠講出一啲積極嘅同埋正面嘅扶貧信息啦，希望能夠感染更多嘅人啦，亦都希望透過新聞嘅交流，讓所有嘅人一齊活出真正嘅美麗人生。美麗是活出來的，作者 JoJo Chan， 青藍出版社出版。香港電台文教組製作，文化快訊。